大批回族穆斯林信众星期四和星期五聚集在宁夏同心县韦州清真大寺外面的广场上。网上的视频显示，众多聚集者手持拥护共产党、支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等横幅，围在清真寺的周围。香港英文的南华早报报道说，由于受到穆斯林信众的坚决反对，当地政府正考虑做出妥协。同心县官员周四夜间前往维州清真大寺，要求聚集在那里的人群回家，并承诺在与当地信众达成协议之前不会进行拆除工作。从图片上看，这座建成不久的清真寺规模宏伟，有9个拱形的穹顶和4个高耸的绚丽塔。中文多维网报道说，当局要求拆除其中最少4个穹顶，以换取保留整个清真寺。在美国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古毅一直在关注事件的发展。他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双方妥协的传言尚未获得证实。这个消息没有确认，现在这个事情闹得比较大，所以当地政府呢，有可能是采取和其他的一些清真寺的相同的做法，就是把上面的穹顶圆形的顶去掉，变成中式的屋顶，可能不伦不类的中西合璧的建筑。因为穹顶呢，被中国人认为是阿拉伯化的标志。宁夏韦州清真大寺的拆除和抗议引发了外界极大的关注。顾毅表示，不少中国网民对于国家级贫困县修建了一座豪华的大型清真寺表达不满，这也是同心县政府决定拆除清真寺的一个原因。政府要这么做呢，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中国的网络民意，因为在微博上这座清真寺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很多人呢把它作为和伊斯兰教中国化所相反的一个趋势，希望把它拆掉。当地政府也感到很大的压力。维州清真寺呢，其实呢是明代的时候就建起来的一座古老的建筑，而且当时的建筑是完全的中式风格，在中共建政以后呢，被中国人给拆掉了。现在呢，当地的回回呢有集资，这个完全是民间的一个集资行为，然后呢获得当地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建立的，它拆掉，集资的钱呢就血本无归。除了新疆之外，宁夏是中国另一个居民主要为穆斯林的地区。宁夏吴忠市居民马女士表示，最近2年宗教问题日趋敏感，当地的穆斯林信众也越来越担心。其实是打压的很厉害，清真寺拆的也是很厉害的，好像风声鹤唳和这种。最近几年，中国强化对宗教的控制。有报道说，宁夏推出措施，希望能够制止所谓中国伊斯兰教阿拉伯化的趋势。顾毅认为，当局要拆除韦州清真大寺也与此有关。但是从中国政府来讲的话，在最近2年呢，它有这样的一个趋势，就是要加紧进行宗教的中国化，因为它无法容忍任何在它控制之外的意识形态。他们是希望在文化上把回回的1000多年的传承连根拔起，把回回人变成中国人，是这样的一个民族主义的政策。中国近年强化宗教中国化的政策，禁止宗教团体接受境外的捐款。同心县所属的宁夏吴忠市纪委官网曾通报说，同心县有关部门监督执行不到位，致使一些清真寺违规扩建，并提及有4所清真寺接受了外援捐赠资金达107万元人民币，并对有关官员进行了处分。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石山华盛顿报道。